大家好，今日我會帶大家一步一步咁用 AdCafe AI 嘅投影片功能去生成有結構、高質素嘅簡報。無論你係要由零開始整一堂課，定係想用現有嘅教材 ，AdCafe 都可以根據一個簡單主題幫你整投影片。你都可以貼上一段文字，好似歷史演講嘅。你仲可以用網頁內容，呢個對於討論時事話題就好啱用。或者你都可以用文件，好似一個章節嘅 PDF， 可以用你課本入邊嘅資料去整投影片。咁我哋今日咧就用呢個例子嘅示範。我手頭上有份 PDF 講全球唔同嘅沙漠。用 PDF 嘅時候，記住要確保所有文字都可以間選，唔好只係得一大堆圖片喺你嘅 PDF 入邊。咁樣 AdCafe 就可以分析嗰啲資料。咁我哋而家只需要將我哋嘅 PDF 檔案拖入嚟就得。之後我哋可以加咗額外指示，等 PowerPoint 簡報可以包含埋嘅特定內容。例如咧，我可以加咗唔同嘅要求，好似每個山脈咧都要有一個有趣小知識啦，仲可以加埋年級啦或者其他你想包含嘅資料。之後我哋仲可以喺幻燈片數量，如果需要都可以改輸出語言，仲可以喺唔同主題。AdCafe 喺度提供咗幾款唔同嘅主題俾你哋，我哋可以攞一個主題，然後就可以生成我哋嘅幻燈片。當幻燈片生成緊嘅時候， AdCafe 會將內容加落去你嘅幻燈片，仲會加埋你見到嘅唔同圖片。所有呢啲文字都可以編輯啦，包括幻燈片上面嘅文字同埋你嘅版面啦。咁例如話，我哋想改下標題幻燈片嘅文字，世界各地嘅沙漠，你都可以咁做。你仲可以用呢3點去改幻燈片上面任何一張圖片。你可以改變圖片嘅位置，咁樣就會即時更新啦，或者你都可以換圖。如果你想換圖片，可以喺度滑動咗，呢度其實就係用 Google 搜尋嚟揾圖。你可以用 AI 生成圖片，或者都可以由你部機上載圖片。佢除咗可以編輯圖片之外，你仲可以重新生成任何一張幻燈片嘅內容。如果你覺得內容唔啱或者唔夠好，你都可以咁做。咁我哋可以重新生成嗰張幻燈片。你會見到你可以俾翻意見，話點樣改善同埋你想改啲咩。咁例如話你可以寫加入關於嘅滑鼠上面揾到嘅動物資料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重新生成嗰張幻燈片。你啱啱俾咗意見都會被考慮，然後你就會見到相關資料。咁我哋而家有呢啲內容，有一個列點講唔同嘅動物，而且我哋張圖片都仲喺度。佢除咗可以編輯幻燈片入邊嘅文字同圖片之外，你仲可以加新嘅幻燈片落你個簡報度。佢假設我哋想加幾張幻燈片，講晒所有沙漠形成嘅唔同步驟。我哋可以喺度輸入資料，例如每一個步驟都加一張幻燈片，然後就可以生成嗰啲幻燈片。咁而家 AdCafe 就會為每一個步驟加一張幻燈片，所以我哋有第一步、第二步。佢會繼續加足夠嘅幻燈片去完成所有步驟。當你完成晒所有更改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儲存呢個檔案。你可以幫佢改個名，然後儲存咗你自己嘅 AdCafe AI 資料庫資料夾入邊。咁樣你之後想再睇翻都方便啲，亦都容易揾翻。儲存好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喺呢個簡報去其他地方用。咁你可以自由分派俾學生。如果你想用 LMS、Google Classroom、Microsoft Teams 數碼方式同佢哋分享，或者直接複製呢條連結貼過去都得。喺學生見到之後，就可以自己慢慢咁同溫習成個簡報。不過你都可以將呢個簡報匯出做 PowerPoint 或 Google Slides， 咁你就可以再作進一步修改，或者用咗你最中意嘅平台上面。等佢下載好之後，我哋可以打開咗第一啲，快速檢查下轉換後有咩改變。你哋都可以隨時對呢個 PowerPoint 檔案作出任何修改。咁所有呢啲文字框都可以編輯啦，當然連圖片都得。不如試下用 AdCafe 嘅 Slide Deck 功能，幫你哋課堂整蠱簡報啦。